本港旅行正行动8家奖经过婚姻关审议委员会审查通过，登录正做民俗无形的文化资产咯。未来卖来协助8家奖的文化传承甲记录保存，那么做伙来了解。庙会内底8家奖是台湾民间信仰内底常常看到阵头，为面谱、帽仔、服装、家饰到阵法等等，拢有正深的文化底子甲意义。本港如省正天堂8家奖最近经过婚姻关审议会审查，通过登录做民俗无形文化资产。整个服装的设计，还有他们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在技术上面的一个传承都是非常道地，也非常传神所以我们非常的肯定官府文管处表示，本港如省正天堂8家奖的保存者是婚姻关五连景如省正天堂民俗发展协会。现今关注蔡尚元，因老爸、因阿公拢是家奖艺师，伊自细汉就对咧学骹步手路来传承，甲8家奖的文化保存甲真完整。也捌伫2016年得到新团奖的肯定。如现在全行这样子帮我们来肯定，谢谢大家了。在这个文史还有就是整个技艺传承的部分来做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保留动作。文管处表示，正天堂8家奖团会当保留传统，嘛对着时代流行加入新的元素，所以通过审议，加做婚姻关头一个登录民俗无形文化资产的8家奖团，未来嘛会协助宣扬、传承、甲文书记录保存等等的工作。记者王伟雄，婚姻报道。